我諗個個都好喜歡喜樂，或者話好中意睇到人笑臉吓，所以好多人中意着嘅 T 恤呢，有一個笑臉嘅圖像喺度，係好開心嘅。你會見到呢啲咁樣嘅有笑臉嘅圖像。醫生都會話喜樂對一個人心理健康係好緊要。去到我哋修道人要分辨一個人有冇聖召，我哋都會有啲標準。其中一個標準啦，唔係唯一嘅，其中一個標準一定會問你開唔開心？即係喺修道生活裏邊，你有冇喜樂？如果你好老實話冇嘅時候呢，咁就幾明顯。話你長期都冇啊，咁你仲喺度做乜啫？所以喜樂係好緊要噶，喜樂就係睇下你係一個標準，你有冇呢一種能夠過呢種生活？所以喜樂係咁吸引人吓。呢個亦都係 Mother Teresa 吸引人去佢嘅修會嘅一個理由。人哋問佢點解人哋都咁少聖召，你嘅修會咁多嘅呢？佢好簡單答，就係話我哋呢度有喜樂，即使好厭惡性嘅工作都有喜樂。呢個就係佢哋吸引人嘅理由。人人都用唔同嘅方法得到喜樂嘅。中國人都好喜歡講呢樣嘢嘅。我哋會講知足就常樂。當你唔好咁貪，成日都要更多更多更多，你知足嘅時候，你就會有喜樂噶啦。即係話已經夠啦，唔需要有咁多嘢嘅生活裏邊，我知足，我就有喜樂喺我嘅生活裏邊吓。或者話我哋亦都會講行善聚樂，即係話原來一個人做好事嘅時候，原來能夠為自己帶嚟咁大嘅喜樂嘅，做多啲善事咯。呢啲就係一般人得到喜樂嘅一啲方法。我哋會再問，咁聖經點樣講呢？聖經都重視喜樂噶。所以我就今日我用呢個主題，就係喜樂嘅原因係喺邊一度？聖經點樣講？好，睇下三篇讀經裏邊都有提到喜樂嘅問題。第一篇讀經嚟自以撒以亞先知書，先知首先講一啲唔係咁好嘅嘢，不幸嘅事就係講則布隆、納斐塔里呢兩個地區呢，本來係北國以色列部嘅地方，最接近亞述帝國，所以亞述帝國你大家都知道一個強國，成日都想侵佔啲弱國所以成日都入侵呢兩個地區，甚至最後吞併咗。所以呢度話則布隆、納斐塔里受到侮辱，就係指受亞述帝國嘅侮辱即係成日都嚟搞到佢哋好唔開心。但係先知立刻又俾到一個好靚嘅預言你會喺黑暗中嘅人將會見到光明，一個咁樣嘅情況會出現咁你哋會得到喜樂。用咗兩個好靚嘅比喻去講，你可以有喜樂。一個就係收割，一個就係分裝。呢兩個係好具體地能夠使人哋開心嘅。一個係收割，聖經都有講含淚播種就係含笑收成啊嘛。所以收割嘅時候痛苦過去啦，而家見到成果即係話因為有收穫呢，你生活就唔成問題啊嘛。如果乜都冇，你食乜嘢嘢呢？所以當時係真係收割嗰陣係好開心，知道我未來起碼1年嘅生活冇問題，我有得食。所以收割呢係好具體地話俾你聽，係一個開心嘅時刻。所以佢用收割做比喻另外一個比喻就用咗分裝。分裝指啲乜嘢嘢呢？就係指當你打勝仗呢，就會分到一啲打敗國嘅贓物。分裝表示你打勝仗，打勝仗呢的確能夠為人民帶嚟好大好大嘅喜樂。我最記得上一兩代嘅人，你如果問佢哋最開心嘅經驗係啲乜嘢嘢呢？好多人會話俾你哋聽呢，日本仔投降嗰陣係好開心噶。我好記得
家父有時成日講故仔，講來講去都係講呢啲嘢㗎吓。我哋聽咗好多次㗎啦，但係有時唔好意思話俾佢聽，阿爸，你講咗好多次啦。我哋而家先至知道原來日本仔投降嘅時候，人能夠係咁開心嘅，痛苦嘅日子過去啦，係咁開心嘅一件事。聖經就用咗呢啲咁樣嘅比喻，話俾你聽，有一日你哋痛苦嘅時代過去啦，你會見到浩光，你會有快樂嘅時刻。其實先知想講乜嘢嘢呢？先知預言嘅就係有天主同你喺一齊。當天主嚟到你中間呢，你就有呢一份咁樣嘅喜樂。實在想帶出呢個意思吓，裏邊所講嘅話，米德揚時代截斷重軛、截斷橫木、短棍，呢啲都係講打勝仗。米德揚嘅時代就係民長基德洪打勝仗嘅時代，佢的確可以話釋放受壓迫嘅以色列人，因為佢一路打敗米德揚。先知就用咗一啲好具體嘅嘢去講，有一日好日子會嚟，因為天主會嚟到光照你哋。呢個係第一篇讀經帶到俾我哋嘅信息。好，跟住我哋聽到納暢詠聖詠27，作者嘅時代都係被統治嘅時代，冇國家嘅時代吓。裏邊就提到呢個作者話，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我還害怕何人？就帶出一個信息，原來最緊要係有上主同我喺一齊，有佢喺度，我就有光明，我就有救援，我乜都唔驚，我還害怕何人？即使係冇國家，有天主同我一齊，我就已經係好滿足啦。呢個作者帶出一個咁樣嘅信息，能夠居住喺上主嘅殿裏，欣賞上主嘅金儀慈祥，瞻仰上主聖所嘅堂皇，即係話有機會能夠入去聖殿裏邊，有聖殿，有天主同我喺一齊，即使冇國家，我仍然能夠好喜樂地生活。呢個作者帶出一個咁樣嘅信息。好，第二篇讀經嚟自保祿格林多人前書吓。保祿嘅時代仍然係被統治，大家都知道呢個係羅馬帝國嘅時代。大家都知道保祿皈依咗耶穌基督之後係好開心，佢認為得到耶穌基督就係得到呢個係一個好消息，為佢一個好大嘅釋放。雖然國家仍然係冇嘅，仍然係被統治，因為有耶穌基督嘅緣故，保祿就已經心滿意足地去生活。所以佢不斷去傳福音，話俾人哋聽，有耶穌喺一齊，係一件咁開心嘅事。佢所以話，我唔傳福音，我有禍啦，即係我要將我呢份喜樂話俾人聽，希望你得到我同樣嘅喜樂。所以保祿不斷去傳福音，就係有呢個意思。其實佢個環境係好差，唔單止政治上冇國家，一路俾唔同嘅人壓迫、困苦流離。災難性一件一件又出現，佢仍然能夠咁開心地生活，仲教人哋時常喜樂，不斷祈禱，時時感謝。保祿能夠做得到，點解啊？因為耶穌基督同佢喺一齊，呢個就係佢喜樂嘅原因。今日本來一個喜樂嘅環境，喜樂嘅教會團體，有啲唔係咁愉快嘅嘢發生。所以保祿借呢個機會就去話俾人聽，千祈唔好再有呢啲事發生，呢個係破壞團結，破壞你嘅喜樂嘅生活，就係分黨派。保祿好重視呢樣嘢，教會唔應該分黨派，分黨派就係唔愉快嘅原因。如果你喺主內同心同德，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兄弟姊妹能夠同心同意一齊信仰統一嘅主，係一件好開心嘅事。但係而家佢聽到分黨派，呢啲乜嘢嘅黨派，如果我哋懂下都好吓，讓我哋知道，希望喺自己教會裏邊要有團結。保祿就話，我聽到你哋話
我係屬保祿嘅，我係屬阿波羅嘅，我係屬刻法嘅，我係屬基督嘅。講出呢四派，即係話格林多嘅教會竟然有四個唔同嘅派別喺度吓，大概係真事。呢班人即係話呢四班人各有各嘅執着吓，喺教會裏邊就將教會分裂嘅吓。屬保祿嘅係啲乜嘢人呢？大概係指一啲外邦人，佢好喜歡保祿，為佢哋帶嚟一份好大嘅釋放，即係話信仰耶穌基督，俾到佢哋一份內心嘅自由。所以屬保祿嘅人呢，好多時好標榜自己，而家基督釋放咗我有一份自由啦，我唔使守咁多規矩吓。嗱，本來係一件好事㗎吓，但係能夠因為你唔守規矩呢，你能夠變成放縱你自己。所以呢一派嘅人呢，一方面喜歡自由，另外一方面可能一啲唔係咁好嘅，就係放縱咗自己嘅生活。呢個屬保祿派大概係呢一啲吓。好，屬阿波羅派有邊啲人呢？阿波羅係亞歷山大利亞嘅一個出名嘅猶太人，佢歸依耶穌基督，好熟聖經，能言善辯吓，一個好出色嘅一個人物。亞歷山大利亞亦都係一個知識分子嘅中心，所以跟隨阿波羅嘅人大概係一啲等同我哋今日嘅高級嘅知識分子。本來冇乜所謂，教會裏邊有各式各樣嘅人吓，但係往往因為你係一個高級知識分子，有一個傾向睇輕其他嘅人。唔好忘記早期嘅教會團體裏邊嘅人係一啲好普通嘅老百姓，可能好多文盲喺度啊。咁呢一班高級知識分子能夠喺教會裏邊覺得，同呢班咁樣嘅人喺埋一齊，好冇癮咁啊，所以自己又跟隨住阿波羅呢個好有出色、好有學問，聖經都話佢係一個好有學問嘅人，所以能夠將基督嘅信仰變得好知識化，只係適合知識分子嘅一個團體啊！呢個都唔應該有咁樣嘅吓。第三種屬刻法，刻法係西滿伯多祿嘅名，阿拉美語嘅講法叫做刻法。咁佢哋呢啲呢，大概係猶太嘅基督徒，呢班人歸依基督，但係仍然謹守舊約嘅法律。嗱，你記得聖經裏邊佢哋要求其他外邦基督徒跟佢哋一樣，要守舊約嘅法律，別要割損，你先至能夠成為天主嘅選民。所以呢班人就係一啲謹守住舊約法律嘅人吓。慢慢可能變成好似法利塞主義咁一樣啊，用呢個成為唯一嘅標準，要求其他嘅人去跟隨。好，最後一派叫屬基督嘅吓，咁呢派係乜嘢人？原則上人人都係屬於基督，點解有一派叫做屬基督嘅人呢？好可能就係有啲基督徒認為自己咁樣信先至真正係屬於基督，即係話覺得其他嘅人呢唔係真嘅基督徒，唯有我哋先至係真嘅基督徒。一啲你可以話比較極端、比較排斥其他人嘅一種派別，唯有我哋係真基督徒，其他啲係假嘅，呢啲咁樣嘅分別吓。所以格林多嘅教會起碼保祿聽到佢哋分成呢四大派吓，保祿聽完之後好唔高興。基督俾你哋分裂咗咩？佢用咗一句咁樣嘅字眼，基督俾你哋分裂咗咩？呢個字眼其實係一個醫學上嘅字眼，係講一啲人斷咗骨要駁合嘅時候係好痛苦嘅，分裂咗吓。借用一個醫學上嘅名稱去講，教會如果俾你哋咁樣分成咁多黨派，係好似斷咗骨一樣咁痛苦嘅事，毫無喜樂可言。所以保祿要求佢哋唔應該咁，應該同心合意、團結一致，咁樣先至係喜樂嘅來源。我哋都有呢啲咁樣嘅經驗吓，教會一分裂呢，就真係毫無喜樂可言。我哋應該在主內時時都一心一德，咁樣先至係有喜樂，主先至喺我哋中間。
保祿今日嘅書信就帶出呢一點啊，你想有喜樂咩？記住喺主內同心合意，千祈唔好搞分裂。好，第三篇讀經嚟自馬竇福音。一開始馬竇就用翻今日依撒意亞先知嘅說話。依撒意亞先知預言有一日光明會嚟啊嘛，照耀黑暗中嘅人啊嘛。咁呢個日子係咩嘢啊？咁就話耶穌基督嘅來臨，佢嘅宣講福音就係應驗咗舊約裏邊所講嘅說話。佢為加里肋亞帶嚟呢一份咁樣嘅喜樂，佢宣講天國來臨，你哋悔改，宣講天國嘅福音，跟住用治好疾病、治好災殃去配合嗱，咁樣咪真正使到黑暗中嘅人見到光明咯。呢個耶穌基督的確為人帶嚟一份喜訊咯，係開心嘅事咯。所以耶穌係宣講天國嘅福音。今日我哋念玫瑰經光明三端，就係講呢個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啊！耶穌宣講天國嘅福音，因為佢嚟咗啦。嗱，跟住再講落去就耶穌召叫兩對門徒，呢度亦都可以帶出一個信息：耶穌嘅福音係需要有人繼續，所以耶穌選定一啲佢嘅接班人，繼續佢傳福音嘅呢一個咁樣嘅任務，使到喜樂呢個喜訊能夠繼續傳開去。好，嗱，呢個係今日幾篇讀經俾到我哋，讓我哋睇到喜樂嘅原因喺邊一度。我哋反省呢個主題，喜樂嘅原因。當然啦，嗰啲比喻，比方政治上、制度上嘅改變，有時能夠帶嚟好大嘅喜樂，真嘅。但係你會發現一樣嘢，呢啲喜樂唔係好長久。嗱，比方以色列人念念不忘係要恢復自己嘅國家，大家都知道世界大戰之後佢哋恢復咗啦，應該係最大嘅喜樂啦。2500幾年都冇國家，而家有翻自己嘅國家，應該係好開心好開心嘅事啊，應該係咁。但係事實上係點啊？大家都知道，因為佢哋同周圍嘅民族唔和諧，所以一段衝突，由佢建國到今日70幾年冇好日子過，因為你唔能夠同人哋和諧相處，完全係靠武力去維持你自己嘅國家，唔係用其他嘅嘢，成日同人哋衝突，邊處有和平？舊陣啲仇恨慢慢又翻晒嚟，有仇恨就冇喜樂。嗱，所以你會見到政治上嘅解放唔一定為你帶嚟長久嘅喜樂，只能夠有短暫嘅。所以我哋發現一樣嘢，冇天主喺度嘅喜樂係唔會長久噶。不妨你記住呢樣嘢，冇天主喺度嘅喜樂只能夠係暫時嘅，唔能夠長久。聖經上面所講嘅喜樂係長久嘅，因為有天主嘅臨在，係天主賞賜我哋呢份喜樂。所以不妨反省一下，我點樣先至可以有一啲長久性嘅喜樂？聖經就好清楚帶出俾你吓，就係話當你同天主有一個良好關係嘅時候，你就會有呢一份嚟自天主賞賜嘅喜樂。不妨呢度我哋自己去反省，反省嘅時候問你同天主有冇一份良好嘅關係？反省嘅時候，如果你問心無愧，係好開心嘅事。聖多馬斯都講出教我哋去反省，如果你反省冇乜嚴重嘅罪過犯咗呢，你係好開心嘅。即係話呢啲嘢係幫助你反省你同天主嘅關係係點啊嘛。如果你想，我真係真心地問，我冇明顯地有好多嚴重嘅罪過犯咗，如果係冇嘅話，你應該感恩，係好開心嘅。聖多馬斯都係咁樣教我哋啊，同天主有一個良好關係就係喜樂嘅來源，能夠長久地有喜樂。
不妨反省你自己能唔能夠咁樣啊？如果你話哎呀，有啲唔係問心無愧，而係問心有愧，咁啊聽耶穌嘅話啦，悔改順從福音咯，咁你咪有咯，係咁簡單嘅啫。有時係，所以要同天主有良好嘅關係，因為同天主有良好嘅關係，第二樣嘢就要問你同人有冇良好嘅關係，呢個都能夠係喜樂嘅來源。喺家庭裏邊，喺社會裏邊，喺教會裏邊，你同人嘅關係係點啊？如果你話啊，一般嚟講都幾好喎，都係感恩嘅事啊，你又能夠有同人哋關係良好，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噶。如果你想來想去冇乜邊個人你係唔可以包容、唔可以寬恕嘅，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如果你諗到一啲話一見到某啲人嘅面我就要掉頭走嘅，唔開心嘅。其實一個人你唔能夠同人有一個良好嘅關係，所以反省一下，同天主同人有良好嘅關係係我哋喜樂嘅原因。天主祝福噶吓，所以不妨好好反省自己有冇呢啲嘢。我自己反省嘅時候，當然好多嘢可以感恩啦。我諗好多人都會講自己有良好嘅健康係好開心嘅事，的確係嘅。咁我都好感恩啊！我80年都冇乜大病痛，即係好感恩嘅事吓，呢個值得嘅。但係如果冇呢，會唔會使到你冇晒喜樂呢？咁又唔一定嘅。只要你同天主有良好嘅關係，亦都係我哋喜樂嘅原因。所以記住呢一點啊！為我嚟講，我起碼我自己冇邊個我唔能夠寬恕，所以係一件好開心嘅事。所以保祿嘅座右銘亦都係我時時記住嘅一句話，都希望你哋能夠有同樣嘅經驗，就係時常喜樂，不斷祈禱，時時感謝，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